嘿，是芭比你好。哦，我昨昏即个经验诚歹吼，所以今仔日提早甲这个设定好。诶、好，安尼我即马 link 已经打起吼，这是第四期的 link 吼。咱就无等啦，无等其他人吼，咱直接来讲吼。即个我直播嘛已经有开始啊吼，所以你嘛会当看迄个 YouTube 的直播。那么放送啦吼，那么放送日本话先放送、先放送吼，直播。好，来我已经咧看第一页啊，先跳对头一页去。好，今仔日要来看第四期吼。第四期相反是伫咧公司11年吼，伊就是你看伊遮有写公司11年9月吼。我拄则开到1点钟的时间吼，是要甲查一下即个时代背景吼。1885年吼，公司11年。因为咱要读即个教会公报吼，其实咱要读迄当阵的新闻纸吼，其实也小可有概念讲伫迄当阵即个社会背景到底是整个情形是啥物款吼。安尼你读起来较有感觉吼。所以1885年是啥物情形呢吼？我拄则看过啊，我简单讲者吼。1885年会当讲是相对来讲台湾较平静的一冬吼。当然是我讲这9月即当阵吼。因为近一年吼，拄好侵华战争迄个剑鹤就烧对台湾来吼。我拄则有查，我看一张图，好，来一张图伫遮吼。你若伫咧即个 Clubhouse 你看袂着图吼。我甲图打起好啦吼。我嘛有帮你分享遐。嘿，你若方便帮我分享即张图的 link 吼。互你看吼，你看侵华战争时间大约是1884年8月一直到1885年4月嘛吼。伫台湾呢吼，1884年的8月就是因为咱即马咧读的即个前一年的8月吼，拍对台湾来。伊一开始拍北部遮吼。图较粗啦，所以一开始拍北部遮其实有2位吼，一位是伫咧贵人吼，一位是伫即个迄个啥淡水遐吼，河尾啦吼，迄当阵应该叫河尾。贵人遮是伊是，我毋知恁对台湾地理小可应该有概念啦吼，无咱即马斗阵来看吼。地图，我现入台湾地图吼。OK， 伊来拍台湾的时阵，一开始是去拍贵人吼，伊对贵人，伊拍贵人，而且吼，甲贵人占起来，伊等于是已经上山吼，上山就是台语讲登陆啦吼，就是已经法国兵已经上山吼，占贵人。伊主要是目的是伊去拍台北城嘛吼，所以你看伊对贵人甲台北城就是行即条路吼。伊伫咧西旧岭遮吼，拄着台湾足大反抗吼，主要是迄个台中雾峰林甲因有带兵来遮吼，甲法国人战吼，伫咧即个西旧岭是伫倒位啊？我一时啊找袂着啦。查看觅吼，我这遮，你若即马有机会，以后有机会你若去贵人遮吼，你去西旧岭遮看吼，西旧岭隧道遮磅空遮吼，你徛踮遮。你看贵人吼，其实看甲贵人港看甲足清楚的啦吼。等下，差不多看。
西球岭，西炮台，伫遮看这个图，吼，你看伊遮有人搭这相片哦，你看对西球岭迄这徛伫这西球岭遮看，西球岭磅空遮看了，经过几人港看啊足清楚吼，所以迄当阵雾峰林家因就是含即个法国人伫遮建吼，我毋知影法国人占起啊是林家占起啊，反正就是伫遮吼建甲足凄惨的吼。啊，但是呢，因为法国人讲袂过嘛吼，法国人无法度讲袂过，你若伊讲过，就走去，就直接就拍对台北城去啊嘛吼。啊，因讲袂过，所以呢，因就转去拍即个胡母遮嘛，胡母伫淡水这出海口，淡水河出海口遮，啊，伫遮嘛是死伤足重吼。我详细其实我无介清楚，反正就是这两位伊拢拍无过吼，法国拢拍无过，啊，伫遮死伤足重的。哦，侵华战争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历史事件吼，足侪物件遗留，到即嘛佫看会着吼。比如讲，伫归人遮有一个墓园，是因迄个法国兵搭车吼。偌侪人我毋知影，但是一个墓园，你若去 Google 拢知会着吼。即嘛已经开放会当入去看吼。迄个墓园一直到你看1885年嘛，10年后日本人变日本人的台湾日本人占去，所以是法国人，这算是咱敢若台湾法国伫台湾一块领地就对啦，是迄个墓园啊，敢若是委托日本人管，到日本人离开了后，敢若反正就是迄块墓园一直拢是中华民国管袂着的所在吼，一直到后来法国人才甲等于是送互中华民国，送互台湾啊，即嘛已经开放，即嘛变公家的公园，会当入去看吼，你会当伫内底看到即侪因法国的兵仔的墓伫遐吼。OK， 啊，西球岭也是另外一个哦，尤其是台中雾峰林甲吼，因为即个建功吼，因甲即个法国人挡伫遐即建功，所以林甲敢若是摕到迄个台湾的樟脑的专卖权吼。啊，所以台中林甲好起啊，就是安尼吼。等下讲者简单讲者樟脑吼7分钟吼。啊，拄则就讲因已经拍即西球岭嘛吼，西球岭若拍过，意思就是台北城就差不多都要互法国人收去啊。所以呢，迄当阵流传一句话叫做“走西仔饭”吼，这是台语内底留落来一句话，但是当然你着爱问，较早恁细汉来问恁阿祖，可能捌听过吼。走西仔饭就是因为法国人来西仔反嘛吼。西方人来拍台湾，要走即个反乱，所以大家都走西仔反，就是战争来嘛，大家都紧落跑，台北城迄当阵足乱的吼。我伫咧看着北部基督教教会历史的时阵，你讲起即段时间吼，定来讲某物人因为即个侵华战争的战乱吼，因兜去用抢去用占去用，因为一寡基督徒迄当阵就等于是迄个互人抢的目标嘛。恁含西仔含法国人含因嘛分袂清啦吼，因为恁含西仔反共国的就对啦，恁毋是阮共国的，恁是即寡西仔反的人吼，所以拢去用抢吼。啊，所以迄当阵足乱的，咱想会到说，迄当阵伫台北足乱的乱吼，即规人台北拢足乱的沿路吼。啊，所以走西仔反吼，即个书你即马来看着知影意思啊，就是迄个侵华战争。啊，所以伫咧1884年8月10月因拍袂落来了后，因伫咧1885年4月的时阵转来拍片湖遮吼。1885年拍片湖，1885年的6月就结束啊，吼，所以因来拍片湖的时阵，就已经差不多整个即个战事已经要结束啊。为虾米？因为法国的因的主将，因的大将啦吼，叫做古巴吼，古巴将军伫咧战片湖即遮伊破片死去吼。啊，所以伫1885年4月拍片湖2个月了后，因就签约就结束啊。伊是当时死去啊，我袂记得，敢若是4月的时阵就死去啊。即无对啊，反正就是迄当阵古巴伫咧片湖
病死了后吼啊，当然这是因对因法国兵来讲最伤心的代志吼，因迄当阵降旗啊，伊咧三色旗嘛，啊红蓝白三色旗降旗的哀悼啦吼，哀悼要安怎台语袂晓讲，我袂记吼，哀悼吼，查一下，随查一下吼。哀悼吼，就因迄当阵古巴将军死去了后，因法国兵吼降旗哀悼吼，啊，就等于就结束啊嘛，就拍袂落啊吼。所以为虾米1885年6月因就签约结束？啊，咱即马要看即本即个交的公报，你看是顶尾咱看9月8月嘛吼，即嘛是9月啦，吼，你无共腔口吼。阮讲9月，你看6月的时阵签约。战事结束啊，9月，所以已经2、3个月后的代志啊。战事规个拢平静，所以台湾即当阵其实伫咧大战乱了后的平静的时期吼，所以相对来讲，我拄则讲，这是台湾相对足平静的时阵的啊吼。所以啊，从即当阵开始，清国人因才理解讲，哇，台湾爱想办法吼，提升地位，所以台湾建省是伫咧1886年就过当年。台湾的即个巡抚，迄当阵是其实福建巡抚管啊，但是后来变台湾巡抚，就是伫咧1885年即当阵啊，首任是像老兵团嘛，伊就做台湾，等于是台湾的地位佫提升啊，吼。啊，所以会当想来讲，即当是一个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啦，吼。1885年啊，台湾的建设啥各方面拢佫会佫较好诶，而且较平静啊嘛吼。啊，台湾本来伫迄当阵诶，就是足重要吼。台湾迄当阵是足重要诶一个3项经济产品诶出口国吼。这毋是歹，迄当阵佫毋是国啊，出口地区，一个是樟脑，一个是茶，一个是啥糖吼，就是甘蔗啦吼。樟脑伫个即当阵吼，就已经开始，应该是。佫较早进前，敢若是，我袂记当时吼，就开始台湾樟脑就开始出口吼。但是伫咧19世纪即当阵吼，上，尤其是10年后吼，啊无过10年后，是10年前吼，160几年、7几年迄当阵吼，樟脑生意足大，做足大，大到啥物程度呢？全世界敢若是6成诶款，拢是对台湾出口。你若对樟脑有概念，你就知影是偌重要诶代志。迄相当就是起码 IC， 就若敢若迄个TSMC 迄个 IC 产业对全世界影响上款吼。樟脑迄当阵诶影响就是，若敢若起码 IC 对全世界影响。为虾米？因为迄当阵无塑胶即种物件吼，无塑胶啊，但是你有足侪物件，你材料你需要爱有法度通去像塑胶安尼啊吼，会当做一个形模啊，灌入去了后，就会当做一个产品出来嘛吼，比如讲目镜架啊吼，比如迄当阵用啥物物件无塑胶嘛，所以因是迄当阵个物件是用一项叫做赛璐璐吼。迄个赛璐即嘛当然嘛是佫有咧用啦，赛璐比如讲目镜架啊，目镜架即嘛更较少，主要是乒乓，你拍迄个桌球吼，乒乓，迄个是赛璐璐做吼，迄毋是塑胶吼。所以伫迄当阵19世纪末诶时阵，也无塑胶啊，但是赛璐璐工业吼，因就开始用即种物件啊，所以全世界啊，赛璐诶原料就是樟脑嘛，全世界6、7成诶樟脑是对台湾出口诶，你就当想着讲，无塑胶诶年代，若是需要塑胶，若敢若塑胶诶即种产品诶物件，就需要台湾出口，所以你就知影讲，迄当阵台湾是。伫全世界，伫西方人诶眼中是偌重要诶代志吼，所以伫咧10年前是20年前拍过，伫台湾拍过一道樟脑战争吼，为着即个樟脑拍和英国相战吼，即和毕吉林有关系啦，你若知影毕吉林即个人吼，即我讲吼，反正就是迄当阵台湾诶经济情形差不多是安尼吼，就是有即寡樟脑甘蔗啊茶米诶出口吼。所以台湾经济是足好诶吼，对中国迄当阵大清国迄当阵伊诶领导来讲，台湾算是经济是较好诶所在吼。好，安尼你对1885年小可有
概念吼，就是渐进线经济活动佫开始啊吼。咱来看，我已经用15分钟来讲即个时代吼。但是你有一个概念安尼，当然迄当阵，所以西方人来传教吼，迄个情形就佫愈来愈多啊吼。对1885年开始，好，咱即摆来看一张吼，第4期。会记得甲我说主持。是，歹势，来，我袂记吼。我想讲，我一开始就甲你说安尼，结果无晓。对。我make a moderator 好。希望会头对。好，安尼好，我甲你说啦吼。再麻烦你招待其他人吼。我拄则安尼解说即个时代背景，毋知互你小可一个概念无？讲迄当阵台湾1885年的台湾是生做啥物款吼？就是一个相对起来，就是台湾要起步的年代吼。你看老兵团来接即个台湾巡抚，伊来就开始后来接台湾省，等于是台湾省长啦。当迄当阵无设省啦，敢若第2年才设省，所以台湾整个建设要开始啊嘛，吼，要做铁基路啥有诶无吼？你较早伫咧读咧台湾诶历史诶时阵，中华民国教育对即段历史绝对袂甲你客气哦，讲到老兵团做偌济拄偌济吼，对，所以会当理解1885年是台湾要起步诶一年吼。好，咱来看这第4期吼，咱开始来读。我先开即期哦，我就感觉奇怪，即期印了特别清楚吼。我顶一期我看读甲足艰苦，有诶字拢印无清楚吼。哇，即期印了有足清楚，我诚欢喜吼。结果我看第1段，诶时阵才知影讲为啥伊特别印了特别清楚有解说吼。咱来看台湾府城教会报第4章吼，这是第4期啊，伊拢讲第4章。伊个耶稣毋知应该有连落，等下来看吼。第4章，光绪11年9月吼，拄则已经甲即个光绪11年1885年解说过吼。9月是战争已经煞两三个月后诶代志吼。西海反吼，西海反迄种走反乱诶代志已经结束啊吼。好，咱来看第1段。阮常常苦劝兄弟，着学白话字来看圣册受教示。当然这是教会公报嘛，伊你学白话字是要希望你会当学圣册吼。有诶讲，就是有人讲吼，白话字却真好，真有路用，可惜因诶目睭无够额来。因诶目睭无够额来，就是目睭无够好啦吼。白话字真幼，吼，白话字较真幼是讲即个字较细啦吼。因看差不多拢无吼，因看差不多拢无，就是因差不多拢看无啦吼。即个复数吼，藏诶位含咱即马惯势藏诶位较无共吼。因看差不多拢无，咱即马是讲因差不多拢看无安尼吼。即个 adverb 吼，会使用伫英语内底吼。其实即个语法毋知是毋是受到英语的影响吼。英语内底迄个 adverb 会当放踮咧 verb 动词的头前后壁吼。其实一句的头前，一句的上落尾，你放喺倒位拢会使就对啦。看你要强调伫，你要强调伫倒一字倒一句安尼吼。你会当放踮迄位啊，所以因看差不多拢无，就是差不多要解说即个拢无嘛吼。好，因讲啥讲白话字真好，但是因为真幼，所以看无嘛吼。学拢袂起，所以我安尼学袂起吼。要找理由，要找借口一大堆吼，因了就无清楚，所以我学袂起安尼吼。所以咱继续看后一句。所以阮爱体贴迄号的人，有搁吩咐即号的白话字真大也真明，望对安尼较侪人欢喜来学吼。既然恁安尼讲我只好应较清楚，应较大吼。所以阮爱体贴迄号的人吼。体贴啥物人？体贴啥物人吼？就是我体贴你的心，所以我为着你设想的意思就是安尼吼。
有个反复即号的白话字真大也真明吼。有个反复即号，我感觉即句话我伊即种写法我感觉怪怪吼。有个反复，因为反复照理是一个动词，啊后壁迄个受词我看袂着吼，伊敢若绕高去吼。有个反复，对我读起来感觉绕高去，但是应该毋是啦，超工安尼写吼。有个反复即号的白话字真大也真明吼。反复啥物人无讲，但是反复爱做即项代志吼。白话字爱真大真明，望对安尼较侪人吼欢喜来学吼。所以为虾米即张印了特别清楚吼？原来是即个原因吼。这字遐大，自然定位因为较大嘛，所以定位嘛，占较侪空间嘛吼。定位，所以定位即个词你会晓吼。伫台语内底定位吼，讲你物件放伫遐定位，还是讲怀伫物件占空间，就是定位吼。若要用因来印咱的教诲报，犹原是印袂了吼。就是讲这字遮大，要用遮个大字来印教诲报吼，变成真正要印的内容印袂了吼。不过，若有啥物较要紧的代志，通用遐个字，即句我又搁感觉咱会断句断啊怪怪吼。不过，若有啥物较要紧的代志，通用遐个字，啥物意思？意思讲，因为字较大，所以我教诲报印袂了嘛吼。真正内容，内容要印甲，敢若即马敢若8页的款吼。即马一支8页，要印遮侪内容，你可能印袂了。但是呢，若是有啥物较要紧的代志，伊嘛是会印落就对啦吼。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因为我即句我看无嘛吼，通用遐个字。好，咱继续看。阮也伫想，较停检采要用即号个字来印规本的福音段，还是先册别本做较老人的路用。即段意思是讲，阮也伫想，阮咧想讲，较停就是 later 啦吼，毋是真正停几分钟啦，较停有可能是以后啦吼。意思就是以后吼，阮也咧想讲以后要检采吼，就是 probably 吼，检采就是 probably， 可能要用即号个字，就是遮尔大个字啦吼，来印规本的福音段。福音段就是新约圣经的4本福音书吼，约翰福音、路加福音，搁啥？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吼，这4本。即号个字来印规本的福音段，还是圣册吼，别本做较老人的路用，就是印互老人看啦吼。因为字较大嘛吼，是望逐位的兄弟若久若捌上帝道理吼。主要我印较大，就是要互大家会当明白上帝道理啊吼。这是基督教因做所有代志的终归尾的目的，就是要互大家明白上帝吼。一开始我阁袂记讲吼，咱伫遮，咱不管是咱讨论，还是讲你若有啥物其他宗教的想法，还是意见吼，拢会当讲哦，袂要紧，无即个禁忌啦。对咱你读这吼，这毋是咱为的道理啦吼，毋是咱为的目标嘛，毋是咱终极的迄个目标啦吼。好，咱来看后一页，9:54分，阁剩半点钟吼，咱来看后一页。我来改一个 link。芭比，你敢有法度通改 link？应该是会使，就是袂要紧，袂要紧。前面那个我可能要改是足简单吼，就是你直接去迄个 link， 嘿啊。斜杠后面。迄个伊即嘛是改做第2，安尼就会使吼。对。
啊，哎呦，歹势，无拄好去试着烟润差点甲试掉。好，后来咱即马第二页诶，伊即写编号是第18页啦吼，因为伊对第一期开始页数拢是连落来吼。18页，也就是第4期诶第2页，咱开始来看内容吼。劝人离开世俗，吼，我直接读，我甲放较大个，较大，而且印了遮清楚吼，看起来诚爽快。劝人离开世俗，劝人离开世俗，啥物意思？因为因信上帝，或者是基督教内底，因对因来讲，上帝属性的吼是性，吼是是毋是世俗的物是性吼。是性的即个领域啊，世俗是另外无上帝的领域啦吼，所以因分足清楚吼。劝人离开世俗，服侍上帝的人，济有讲，基督常常家己讲，我毋是求互因离开世间，因为即个缘故，咱的确着。男伫世间人的中央，吼，我毋知即句，这是对一段经文quote 出来吼。但是伊意思就是讲，基督常常咧讲，啊，我毋是求你，互恁离，我毋是爱恁离开即个世间啦，吼，我毋是爱恁讲，我则搬去深山哪来去离开所有的人吼。因为即个缘故，咱的确着。男伫世间人的中央吼，所以呢，咱绝对是爱住伫咧世俗内底嘛吼。好，看到即句话啊，即句话我毋知是圣经倒位出来吼，咱继续看咧。总是着知，咱伫世间我即摆读的是第一段，即2、3、4、5、6第6节吼。总是 CHONG 开头的吼，总是着知。咱伫世间，甲世间伫咱，即2项不止大前差吼。这是伊讲即2句吼，一句叫做咱伫世间，甲世间伫咱，即2句是无共意思的吼。伊讲即前差足大，你爱理解吼。伊等下解说啦吼。我简单讲，咱伫世间就是咱爱住伫世间嘛吼。世间伫咱就是世间踮伫咧咱的心内底吼。这是2项是无共，因希望讲你伫世间，但是莫甲世间事藏伫咧你心内吼。好，所以咱甲看咧，即2项不止大前差吼，所以大前差就是差别足大吼。前差即个词你也晓用吼，伫台语内底就是讲啊，这是有差别的吼，叫做有前差吼。早前就是即个前去啦，即个前理吼。啊，所以早前就是有前差嘛吼，就是即个意思。看一下大理图书店前差的归水。前差伊汉字是用精神的精，差别的差。我较早看迄个潘科元老师吼，伊的科考啦吼，科考就是基考吼，华语叫做基考，稽查考核叫做科考吼。台语意思就是考早啦吼。潘科元老师伊考早，伊认为即个精字汉字是用争取迄个精字，伊认为是较合理啦吼，啊，咱知影就好啦吼。我毋是汉字派，我对汉字有啥物无啥物意见吼。所以我即摆咧写汉字时，我会写争取的争啦吼，前差。归说就是差别嘛吼，有前差无前差吼，有前差还是讲无前差甲遐侪吼，无差甲遮侪啦，意思就是安尼。例句无介侪，就是这2句尔吼，所以你 OK 吼。前差吼，伫遮讲，即2项不止大前差，就是差别足大吼。就拄则迄2句吼，咱伫世间甲世间伫咱，亲像船伫水甲水伫船，大人着分别，就是亲像
船伫水甲水伫船吼，这无共意思啦吼。船伫水，你驶嘛，啊，甲水伫船，水着淹入去船内底啊，这代志就大条啊吼。啊，伊即只用一个词叫做着分别中插一个词吼，我拄则看无吼。着分别大林着分别，大林着分别，咱来看啥物叫大林着分别。其实台语大词典查无啦吼，啊用找台语去查吼，大林第5声，大第7声，大林。台语大词典无吼，敢若1973年 Embry 大英词典有收即个词吼。啥物意思 ？exceedingly 非常非常的吼。啊，所以呢，伫遮大林着分别，就是非常爱分别嘛 ，exceedingly 爱甲分别出来吼。这两句无共意思吼。咱伫世间甲世间伫咱，或者是船伫水甲水伫船内底无共意思吼。摄取，咱继续读咧吼。摄取世俗入咱人的心，递到咱心善喜好的代志。喜好的代志，就是迄种世俗的代志，不管是世俗是穿水衫、住大厝、食好物吼，即种代志。心肝猪猪得想。惨啊！猪猪我阁看无吼，猪猪咱会知影。其实我都晓知啦吼，但是看理解为虾米叫做猪猪啊吼。心肝猪猪咧想吼，你会当大约又会出讲猪猪是啥物意思？猪猪咧想就是定来咧想嘛吼。猪猪台语大词典有收猪猪吼，猪猪就是定继续无停吼。较早咱伫咧华语内底，国文内底有学过啦吼。孜孜不倦吼，孜孜袂闲啊，袂亚闲啊，说孜孜袂亚闲，就是继续无停嘛吼。所以即只咧孜孜就是孜孜袂亚闲吼。咱来看即句，甲读一遍。递到咱心善喜好的代志，心肝孜孜咧想，定定咧想嘛吼，无亚闲咧想，直咧想就对啦吼，孜孜吼。就咱甲上帝交陪的事，永是煞去。后壁即句啥物意思？你定定咧想世间代志，啊，所以咱含上帝交陪，当然就一定 game over 嘛，一定就无啥物好结局嘛吼。所以即句话就是即个意思。就咱甲上帝交陪的事，永是煞去。即个永你爱会晓知影意思会晓用，无你毋知影永是煞去啥物你看无吼。永就是一定嘛，当然嘛。咱来看一下永。ENG 第2声吼，即个永吼，永就是永远的永啦。吼，你看伊有3个解说吼，第一个解说是生，第二个是结局，当然我对来讲的当然就是即个吼，啊，第三个是进前吼，所以永会当做进前来使用吼，这是台语内底足，你若会晓用，你就会讲足水开的台语吼，所以即个永你爱会晓吼，譬如讲例句，伊头一个生伊无例句吼，第二个。讲结局当然吼，人永会死一摆，就是人一定会死一遍嘛吼，必然吼，一定会死一遍嘛，人一定爱死嘛，所以人永会死。即马有人会是讲啊，永嘛是永的意思啦吼，就是，或者是华语讲往往吼，但是永比往往的搁较确定吼，往往是 probably 吼，但是即只是 must。certainly 吼，人永会死一摆，人啊，我会变调啦吼，永是原调嘛，但人永会死一摆吼，或者是永无迄条理，绝对无迄条道理吼。啊，只有一个词吼，就趣味吼，讲接看尻川，永会跋落海。就是你定定咧看尻川，你一定会跋落去西海内底，吼，这是错话啦，吼，即句话是错话啦吼。啊，但是伫遮你会咱学着用啦，讲意思是讲，啊，你直直咧看，你当然嘛是无拄好，你着跋落去吼。因为你要看尻川，
你头壳压落嘛，头壳压落无拄就知落啊吼，即意思就是安尼。啊，较早恁毋捌谷歌较早古早使学啊，迄是足恐怖诶代志。OK， 所以这是英语吼，你也要用吼。等下来看即个日本原文啦吼。啊，另外伊即下讲前吼进前吼，所以咱如果昨昏有学过，啥物叫做前年？准年啊，准年歹势，准年，佫会记准年。头前后壁读轻声，头前是读准吼，准年。啊，中两个海份，因为后壁读轻声是准年。啊，咱昨昏读的迄个伊的写法是准年啦吼。啊，但是一般口语其实是准年吼。啊，即只咧永年，因为是永嘛吼，永年就是前年。所以有时啊，你会讲听人讲永年或者是准年，吼，拢是前年，吼，拢是2年前啦，吼。或者是永过，阮讲永过啦，吼，你听南部腔讲永过啦，吼，永过还是永过啦，吼。啊，我讲永过，就是较早，以早，before 永过，吼。啊，永过伊偌好野吼，啊，永过伊买只车偌歹诶，吼，就是安尼讲法，吼。咱来看即个，我感觉即个英语你也会晓诶，吼。所以咱看一下即个日文诶原文。你若要学迄个听起来足水气台语吼，即个英语啊，用即高一字尔，但是好用诶吼。用就是 must 吼 ，certainly 吼。用第一个姓咱就莫看，第二个吼，字马路托克罗，我毋知影即啥物意思吼。即是啥？哦，斯鲁托克罗，芝麻鲁托克罗相款应该就是芝麻鲁托克罗应该就是必定的结局，安尼应该是这个意思哈。我毋知哈。西马希尼瓦结局啦吼，台语叫结局，日语是结局句。你若学过日语，或者是你即马伫咧定来看日本戏吼，你拢会看结局句。因有时讲结局句，就是讲啊，结果代志变做安怎吼，就是结局句，或者是当然吼，伊是当然吼，当然，哪有人安尼读诶 ？OK， 不管吼，就是 certainly， 就是 must 吼。人永远死一遍吼，这是例句台语诶，你是读台语啦吼。人永远死一遍，人一定会死一遍吼。解说我都袂读啊吼。永无迄条理啦，永无迄条理，就是绝对无迄条道理诶啦吼。啊，这也是拄则迄个例句吼。定定看尻川，永会跋落海吼。你定来，你若定来，踮遐直直看，直直想吼，你绝对会跋落去吼。意思就是讲，你莫直直烦恼即项代志，啊，你若烦恼，就绝对会发生吼。即个啥？有一个，我煞袂记吼。墨菲定律吼。你若愈烦恼，你绝对会发生吼。定定看尻川吼，一zan前烦恼这烦恼重吼，你就绝对会跋落海吼。永会绝对会跋落海是我解说啦，伊讲永会跋落海啊，一定嘛吼，永会。搁来是前吼，then，我拄则讲啥，准年或者是永年吼，就是前2年啦吼。永过吼，前改吼，好，咱转来即个即只吼，咱搁继续看吼。10点过8分吼，即马才10点过8分，我搁有20几分哦。好，对遮开始吼，心肝字字在想吼，心肝定定咧想世俗诶事吼。就咱甲上帝交陪诶事，永是煞去，一定会煞去。咱甲上帝交陪诶事，就是含上帝交陪诶意思。交陪应该就是一般咱人讲交陪，就是交际应酬吼，交陪。啊，你甲含人交陪伴烂啥吼？即交陪。看一下交陪有啥物例句通学无？定定看尻川，永会跋落海吼。
交陪 POE 第五声。交陪就是交际、来往、交关吼。交陪的法度，交陪甲亲好吼，交陪甲亲好吼，就是啊你含伊安尼伴烂甲遮好安尼，咱你兄我弟安尼，吼交陪甲亲好吼，来交陪咧，吼，这是例句啦吼，读遮例句，大家学一个，会当印象较深，而且有法度通用吼。好，交陪。就咱甲上帝交陪的事，应是煞气吼，绝对是煞气吼。Certainly 吼，definitely 吼，伫遮是 definitely。连咱心神的快乐也渐渐无去吼。头前会记无？头前讲你若心内处处咧想世俗的代志，连咱心神的快乐也渐渐无去吼。你本来心神的即个快乐吼，就是你少心身的快乐就是啊，就是讲你过了少有活力的，本来是安尼的人吼，但是因为你定定你想世俗的代志，你烦恼这烦恼当，你想要食好穿好，娶水某咧吼，逐项拢要上好的，结果你颠倒因为安尼，你心身的快乐，你本来对生命迄个充满迄个迄个活跳的迄个快乐，就拢颠倒消无去吼。好，这是第一段。互我歇一下，啉一下水者。我来摕一下水来啉者。恭维啊！嘿，阿款你好。歹势，我啉一下水。好，这是啉水。对啊，定定听啊，足精彩啊。哦。而且着哪查哪看嘛，对迄直播安尼，我嘛哪查资料啊，哪咧看。我家己真欢喜吼，就是伫咧教会广播内底会当学到足侪物件吼。我毋是讲敢若上帝道理啦吼，足侪语词的使用吼，足侪道理，足侪迄当中的历史地理吼。所以每一张每一页看起来拢足趣味吼。虽然较讲的是上帝吼，内底你看伊较讲的上帝，但是对咱来讲会当学到不止上帝吼，上帝以外搁较侪物件吼。好啊。拄则问一个历史哦。是嘿。人，你毋是你啊？你毋是问一个人？我问一个，迄个男，对啊，毋对啦，对，男，应该是讲，男这有嘛有讲南参，就是陈进讲还是打做伙南参。哦，对，讲男伫个世间迄个男嘛吼，遮吼。对，咱是安尼吼。伫第一段。就是讲，咱伫即个世间会当离开，毋是离开世俗去，像佛家就是去修道嘛，吼，就爱离开出世安尼。嘿。爱讲男伫世间，男伫世间人吼，男即个男字呢，我相信大家学台语足常听到一句叫做漳泉男，就是漳州腔甲泉州腔男做伙，所以即个男字就是即个。安尼个吼，哈？南参的南。LAM LAM 啊，喙仔合起来吼，你发觉音是喙仔合起来蓝吼。南参。嘿，就是南参吼，就是 mixed 吼 ，LAM 第七声，蓝混做伙吼，或者是做伴，或者是泛滥吼，泛滥啊，即个喙免合起来泛滥。好，例句是好的男歹的吼，男做伙，男做对吼。咱伫上集讲的男做对，男做伙吼。好的男歹，这是第一个混在一起吼 ，mix。第二个是伴，无男就是无伴，伴男就是 company 吼，小男就是三男啦吼，应该是三男啦吼，就是 company 吼。陪伴你啦吼，但是即个用法我较毋捌，我毋捌听过，我嘛今仔才知影吼。蓝，第三个是洪水泛滥，但是所以有讲泛滥嘛，有泛滥啦吼。蓝用就是黑白用啦吼，蓝山讲就是黑白讲吼。
这原册就免看吼，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啦吼。搁有时伊平大翻吼，就有精彩，就去捞到去看一下原册。日本是南吼，应该是即个南字吼，就即个吼。空思路吼，拄则讲 mixed 好诶人歹诶吼，无蓝判拄则讲之类吼，之类就是做company 吼，拄则讲我做你诶判安尼吼，我陪你去安尼迄个 company 吼，迄个判蓝三蓝吼，啊是迄个风水泛滥吼。好，无特别诶，无其他啦，确实是安尼啦吼。我一直感觉我即个直播吼，拢敢若直咧几啊秒钟呢，迄个画面拢会直咧。正常诶啊。是哦，所以看迄电脑无介方便就对啦吼。因为我可能已经翻页啊，伊搁停伫咧静止啊。好。好，即个男字。过世到遮，敢有其他诶问题啥？无，咱就继续读啊吼。好，咱继续读。若有人爱款劝耶稣诶学生离开世俗，若有人要即只款劝是口劝诶意思啦吼，款劝。即个词我毋捌用过啦吼，但是款劝，可能伊个册台语才有啊，台语话算可能无。KHOAN 款第二声劝 KHNG 第三声。台语大词典无想吼。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有款劝款劝互因和好吼，啊是款劝。Embry 意思无共啊，是 store carefully away in order， 是 store， 就是 store 是敢若是藏起来，就是储存啦吼。嘿，对，叫做 store。但是伫遮当然毋是即个意思啊，即遮绝对是口劝的意思吼，款劝人离开世间嘛，拢是款劝的意思吼。好，咱转来遮。若有人爱，就是爱，就是骂啦吼。若有人要款劝耶稣的学生离开世俗，第一好法度就是用一项不值较赢世间的，互伊。即句意思是讲，你若要劝人做啥物代志，你著爱用更较好的物件互伊嘛，伊才会听你的嘛吼。若有人，我搁读一遍，若有人爱款劝耶稣的学生离开世俗，你要劝伊离开世俗，你当然爱提出比世俗更较好的物件互伊嘛吼。第一好法度就是用一项不值较赢世间的，互伊。吼，伊后壁解释啥物是较赢世间的。咱在世间无别项福气，较赢甲基督交陪的福气吼。所以世间的福气，较输含基督交陪的福气吼，所以含基督交陪的福气，绝对是赢过世间的福气吼。伊安尼意思是安尼，就是得到圣父圣子踮人心内的福气吼。就是你心内若有圣父有圣子伫咧你踮伫你的心内，迄个福气是足大的吼。迄个福气赢过世间所有的福气，因为世俗所有逐项的福气。比拼即个甲爸囝交陪的福气，万分毋达到一分吼。伊即只规段就是共相反的代志，安尼讲，并来并去直直讲，拢是讲相反的代志吼。伊即只讲，因为世俗所有逐项的福气，比拼就是比较吼。比拼即个甲爸囝交陪的福气吼，你若要含爸囝交陪的福气比起来吼，迄个比，所以 comparing with 吼，就是这是比拼的意思吼。万分
毋达到1分吼，就是世间的福气含即个爸囝交杯的福气比起来是无甲伊的万分的之一吼。比拼，咱来看一下比拼。比拼第7声，比第2声吼。哦，竟然无，我歹势我拍毋着吼 ，PHENG。比拼吼，就是比较嘛吼，拄则就讲 comparing with。譬如，佫是另外一个意思吼，譬如比拼会当讲。好比说吼，迄个比拼吼，咱来看例句吼。第一个比较，比拼看卖，就是比看卖啊，比看看吼。第二个意思讲，譬如嘛吼，比拼来讲吼，比拼亲像做大水吼，这拢是比拼的意思。这是譬如啦吼，譬如，即台语的譬如吼，譬如啦吼，华语是譬如。啊，伫即只东西是比较吼，即福气比拼，拄则讲迄世间的福气，比拼即个爸囝性，即个福气是万分毋达到1分吼。即个台语的用词，即个结构吼，咱即嘛足侪人无法度通安尼讲袂出安尼，有人就讲万分毋达到1分吼。啥物啥物毋达到啥物，啥物啥物毋达到啥物，就是啥物比啥物较歹。所以后壁迄个。A 毋达到 B， 意思就是 A 比 B 较差啦吼。啊，你也会晓安尼讲台语的语法吼，这是台语才有的吼，华语无法度嘛吼。什么不值什么有啦，华语嘛是会使来讲啦。A 不值 B， 就是 A 比 B 较歹嘛吼。但是华语敢有人讲 A 不值 B， 可能袂晓安尼讲吼。万分毋达到1分吼。所以迄只万分毋达到1分是，我拄则解说无甲伊正确吼。万分毋达到1分，就是讲世间世俗万分的福气，毋达到爸囝圣神福气的1分，安尼了解吼？万分毋达到1分吼，啊，这毋达到我应该书顶毋知应该查有啦吼，应该有。咱来看者达到看有无 ？TATTIOH 第8声。touch 第2声，我看是，第8声歹势，第8声，毋达到吼，好达到，毋达到吼，看一下原册介绍，伊安尼写我看无，哇，原册嘛真正是写安尼吼，达到毋达到，哦，有米哦，meal， 就是叫你去查即个毋达到啦吼。安尼我着来查一下毋达到。频段拍就是用 wildcard 吼。毋达到就是不如啦吼，我拄则讲不如 A 不如 B， 就是 A 毋达到 B 啦吼。叫人去几若摆，毋达到本身去1摆。就是头前即个 A 嘛吼，毋达到后壁即个嘛吼。你叫人去几若摆，毋达到你本身去行一遍吼。你叫人去看啥，你其实你家己亲身无去，拢吼，绝对是无法度通理解嘛。叫人讲啊，你去搁甲看者，到底是安怎吼？但是咧，毋达到本身去1摆吼。这是毋达吼。例句嘛有好命，毋达到勇行。嘿，对，吼，就是健康比好命较好啦吼。你讲迄例句你伫倒位看到的？这是教育部的。哦，你吼对，你若去现迄个找台语，应该内底有其他的例句吼，毋达到。对。嘿，叫人去几若摆，毋达到。家己去1摆，啊后壁另外后壁佫有例句伊都无用着吼，咱较早咱有现咱看着吼。伊讲孔子讲毋达到孔凤兄，意思啥？孔子讲较输钱啦吼，有钱较好讲话啦吼。孔子讲毋达到孔凤兄，即个我嘛今仔才学着吼，应该是孔凤兄。嘿，对，孔凤兄是钱的意思啦吼。有而且有写
コシサマモコホケ哦，就是伊段一下金鸡嘛，你话我有半女哟，我半女哟，印刷无介清楚。卡内の世の中のい，我看无，反正就是钱比这较好讲话啦吼，钱比这较好用啦吼。孔子讲较毋值，孔子讲毋值得孔风兄吼。学起来吼，就是你若要讲热气话，讲趣味的话，先孔子讲毋值得孔风兄啦吼。好，咱转来遮毋值得吼，毋值得爱晓用吼。10:25分，剩5分钟。好，安尼看5分钟，咱甲一段读煞吼。得到阳光的上帝降临甲恁踮，毋是有时啊有来，有时啊无来吼，是常常甲恁伫地吼。即句话讲，得到阳光的上帝甲恁降临甲恁踮吼，毋是有来，有时无来，是上帝啦。即个阳光的上帝就是 glorious God 吼，得到阳光的上帝，若降临甲恁踮。甲恁踮就是甲恁伫地吼，甲恁甲恁做伴啦吼，常伴左右迄个意思吼，甲恁踮吼，毋是有时啊有来，有时啊无来吼，是常常甲恁伫地吼，享受即号的福气吼。大家讲即号迄号吼，就是这个那个嘛吼，有时啊已经。这边来讲应该是蓝音啦吼，有讲即落迄落，你若听人讲即落迄落，就是即号迄号的意思吼。而且你听即落迄落，可能比即号迄号更加常听着吼。大家讲迄落迄落伊穿迄落衫，是讲伊驶迄落车迄落即落迄落，号是即个号码的号啦吼。即号迄号就是这个那个吼。好。享受即号的福气，吼，或者是享受即落的福气，减毋是较赢过交陪天下万人的福气，吼，就是享受即个福气，毋是绝对较赢过，吼，减毋是就是这是反问句啦，吼，反问讲安尼较减毋是，敢毋是吼，较赢过交陪天下万人的福气，吼，设使。咱听上帝甲守伊的诫命，吼，即使咱听上帝的命令，吼，甲守伊的诫命，吼，听伊的命令，守伊的诫命，就上帝也互咱得到享即号的福气，就是咱听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就要互咱享受着即号的福气，吼，拄则你讲，就是上帝甲你伫地的福气，吼。当然这是有信的人才听，有无信的人嘛毋知你讲啥，毋知你讲啥物叫做上帝甲你伫地福气吼，永远无法度感受着吼。当然即种感觉我是知影是啥物意思吼。你若毋是信上帝的人吼，不管你是信佛教还是啥物其他宗教，迄种信心，迄种信，或者是讲。迄种圣神，或者是迄种圣的感觉，吼，踮伫你心内，互你感觉你规个人提升起来，吼，迄种快乐是足大、足大、足大，吼。好，咱即我加讲吼，互伫你若有迄个机会，迄个体验着迄种感觉，吼，你就知影我即为虾米讲上帝，或者是讲迄种精神方面的快乐。伊较赢过你迄个肉体的快乐吼。好，10:28分，咱今仔读到遮。我明仔暗有课，我本来英暗是含另外一个学生固定拜五暗日读字啦，我一日咧读啊，但是阮拄好一礼拜煞时间，所以我明仔载暗就爱含读字。但是我明仔早起，等于就是恁即马伫台湾的暗时啊，可能我会开房啦吼，会读一点，相反会读一点钟啦。但是你若有时间再来，无时间袂要紧吼。好，是我等恁啦吼，恁若有
有法度通礼拜我再开啦，啊无你若无法度礼拜，我就改后一遍吼。后一遍是当时我毋知啦，有可能因为礼拜较无闲，你毋是较无闲，礼拜无一定有时间通迄个啦。weekday 就无一定，因为我另外有一个日语的迄个交换课吼，所以阮迄时间是拢临时巧的，无一定是倒一工吼。一般是台湾时间的拜二或者是拜三吼。好。我着配合你的时间，你才甲我讲就好。好，我若音乐，就是咱台湾的音乐，若要读，我会甲即个设定好，应该就送恁互你。我嘛甲恁讲一下吼。哇，已经恁拢有甲我留话留36纸伫遮，我拢无无看。我着小助理啊。嘿，好，多谢。好，安尼，敢有啥物要分享的？还是恁有啥物感想？咱已经斗阵读几啊期啊吼，毋是几啊期啊，读几啊工啊。对，我是感觉就是用迄开电脑啊，嘛是对阿宽伊有设定直播嘛，伊使直接看伊查找资料，亲像一开始的时阵，伊着先真用心啊，着找迄历史的资料啊，来甲阮讲的时阵啊，伊拢有。恁拄则若有看到，啊，佫有开那个地图嘛，地图安尼咧看，安尼解说安尼，所以讲我是感觉安尼袂歹，就是对咧安尼看较方便。嘿，有诶面当咧是一定绝对是较方便啊，而且会当较印象会较深，用听其实印象有时也无深吼，目睭看印象会较深。对。嘿。啊，我是拢有帮你打伫咧那个留言。脚没有空。嘿。好啦，那听咱有欢喜，有介意，欢迎招你的朋友、兄弟姊妹来听，拢会使吼。我尽量每一期拢希望每一遍拢会当互人有得着啦吼。总是每一届你来遮开一点钟，若无得着，我就对你足歹势吼。好，安尼到遮好无？好，多谢阿宽。好，咱来关房。好，小姐。好，无客气。